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的最后一站是去到匈牙利，匈牙利的总理阁有亲身去机场来迎接。讲到这中国甲匈牙利的贸易关系是真密，即届阁要签16项合作协议。习近平嘛希望会当透过这段访问来加强对欧洲的影响。 习近平下晡车爬坐飞机到布达佩斯，匈牙利总理奥班亲身到场迎接。今年拄是双方建交75周年，习近平一个到位迄天，就伫当地报纸刊文表示，希望深化甲匈牙利的互利合作，甲两国的关系杀向新高度。匈牙利是欧盟国家中上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习近平这届来访，分别甲匈牙利总统、总理举行会谈，并签署16项扩大投资的协议，双方可能讨论俄乌战争的议题。 匈牙利也表示，希望中国出面促成俄乌会谈。不过，伫习近平到位进前，布达佩斯的街路出现反对中国镇压西藏的抗议声音。中国原来有人权争议，最近美国甲欧洲主流国家为了减少对中国经济的挖苦，拢鼓励去风险，致使双方关系紧张。这也是习近平这届来访希望强化伫欧洲影响力的原因。伊伫前一站塞尔维亚，共款提出真侪项利多的措施，包括宣布双方自由贸易协定会伫7月7日有效。一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塞自由贸易协定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三是中方愿扩大进口塞尔维亚特色优质农产品。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这件代志表示欢迎，因为未来塞国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关税降到0是竞争一大优势。伊原伫台海问题表明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Svako pitanje koje bi neko postavio Narodnoj Republici Kini jeste njihovo unutrašnje pitanje. Tajvan, Xinjiang, Hong Kong, to je pitanje za Narodnu Republiku Kinu. Kako Kina želi da rešava te stvari, tako će i da bude. I uvek će imati podršku Republike Srbije za tako nešto, jer to je ono na čemu počiva povelja Ujedinjenih nacija. 习近平欧洲行程最后一站一定伫匈牙利停留2暗。有学者是讲，匈牙利伫今年下半年要担任欧盟轮代主席国，积极坚固两国的关系，对中欧关系发展有正面的帮助。公司新闻詹维敏编译。